来看高雄市哦，这里透早有人食酒赛车弄死人，今仔透早又有一个食酒赛车的驾驶，伫大顺一路弄死一个骑奥多摆的富人人。高雄市第3天内就有2件啉酒赛车弄死人的意外，酒驾的防治恐惊各有空旁。 食酒赛车姓洪的查甫人，去互警察扣手铐，佮唔配合，乌被罚休。半暝啊，伊赛车来到高雄高山大顺一路甲良德路口的时阵，撞到一个骑奥多摆67岁查某人，害伊当场袂喘气、无心跳，送去病院救无回来。他是上班还是下班晚是要回家吗？对，下班。哦。红蓝呼气检测值已达每公升1.2毫克。 这个查甫人酒测值比标准0.25加出真济，警方依照酒驾致死等罪嫌移送法办。这是高雄3天来第2件食酒赛车弄死人的案件。采取必须严格执法，用最重的刑责杜绝酒驾。1250班次，针对625处的场所来做路检盘查，我们动用了2555位。 市警局要加强处理，民团认为市府对酒驾防治政策有空隙，应该爱跨局处讨论要安怎无破网。地方政府它必须做一个跨局处的配套，比如说，它要分析酒驾好发的时间、好发的场所。当你警方在做临检的时候，有没有针对这一些好发的场所去做有效的围堵？民团建议找出专区食酒赛车高风险的场所，配合警方加强处理，才会当发挥更较大的效果。若针对造成事故的场所，嘛爱宣导防治食酒赛车。若准无改善，嘛会当考虑公开资讯，互民众了解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